他们一起来献诗了哈，很感谢啊！愿神赐福这个手作班能够越来越壮大哈。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再来分享主的话语。谢谢天父上帝，感谢你，你的恩典满满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教会设立在东区这个地方，有你特别的旨意。我们已经进入到48年了，神啊，你在我们身上，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教会有什么特别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一一来述念神的祝福，也让我们从你那边得到话语的激励，在我们的教会侍奉，在我们的福音事工，在我们每一件事情上都能够符合神的心意。我们要从你话语得到力量跟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要分享的主题叫做教会复兴的关键。我们是要从这个使徒行传这一段经文来做一个整个我们的背景哈。那今天读了只是6到8节，那牧师要再邀请大家来复习从第1节到第10节，他所给我们的一些美好的一个领悟跟故事了哈。就是在圣殿美门前，一个乞丐得医治的故事。这是彼得、约翰他们这一群门徒，他们开始被圣灵充满之后传福音的第一个神迹。这神迹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特别是对我们的教会有什么样的启示？牧师要透过这个故事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圣经的经文是从完整的经文是这样子的，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这个故事哈。他说有一天下午3点祷告的时间，彼得和约翰上圣殿去。换句话说，彼得和约翰这群门徒，当他们重生得救了，他们被耶稣重新呼召，又回到教会。那圣灵降临之后，他们开始勇敢的为神来传扬福音，但是他们仍然持守着当时的圣殿的聚会时间。换句话说，他们已经被圣灵更新了，不过他们仍然按照当时犹太人的习俗，在下午3点到圣殿要去做礼拜，要去做祷告。好，那这个故事就发生在圣殿其中的一个门，叫美门。美门的地方，那有一位生来跛脚的人，天天被人抬过来放在门口，向圣殿的人求乞。这个故事在早期以前台湾社会也都有了，就是说台湾很多在庙口都有一些乞丐，对不对哈？那台湾呢进入这个工业化社会之后呢，很多在车站，要不然就是在地下道，都有人会乞讨。不过台湾进入到这个福利的社会之后，有些人就有一些概念，认为说，好像这一些乞讨的人这个让这个社会好像那个风景有一点受影响，常常会要求政府说你要安置但其实这一群无论是街友或是流浪的人，或是乞丐，他们的生命故事了。不过这个时候，这位无法生存自己无法自己工作生存的这位跛脚的一个乞丐，他是被人抬到圣殿前面。那在圣殿面前，很多人因为要去做礼拜，心比较柔软，常常会借这个机会，借由捐献，借由照顾这些可怜的人，能够得到一些属灵的一个力量得到帮助这样子所以在圣殿前面常常会有这样的现象。不过这个看起来是很普通的故事，却在这一天产生一个非常大的改变。怎么说呢？他说他看见彼得和约翰要进入圣殿，就求他们施舍，那就是当然一个乞丐最常有的动作以前呢，牧师印象最深的是我在小时候小时候我们在乡下也有这样一个乞丐，但是他可以自由走动那年纪很大了，那就拿了一个碗，然后到每家去敲门说：“头家头家娘可怜的给我一碗饭汤吃反正就是一种他乞丐会念一些非常好听的话，让你觉得会动慈心我就印象很深刻，因为我们乡下那个地方
有乞丐是很稀罕的，因为大家彼此互相照顾嘛。但是这位就是在那个时候会出现这样子。那乞丐会对人乞讨，那是基本的动作。不过在今天碰到彼得跟约翰，产生一个很奇特的对话。他说他们注目看他，就是彼得跟约翰在看他。然后彼得说了一句话说：“你看我们。”看起来就是一个很平常的对话。不过如果从两个角色哈，你会发现说彼得说：“你看我们。”这位乞丐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哎，你看我们，那表示你有兴趣要帮助我哈，所以又期待能得到什么嘛？一般我们在社会上，如果看到这样的现象，可能有的人就直接丢钱啦，对不对？那有的是比较有社会正义的，认为说这个政府应该照顾啊，怎么让他流落街头呢？所以有的人是不喜欢在现场捐助的啦，不喜欢。但是呢，一旦说你看我们，那这个乞丐当然心中浮起了一个期待，说，哎，一定可以从他得到什么哈？这个故事的一个里面的一个环节。但是彼得怎么说？他说：“金银我都没有，但是我要给你我所有的。你看我们，期待要有得到，又说金银我都没有，那一个基本生活的人就是需要有金银嘛。”要不然就是一碗饭嘛，一块饼嘛。他说金银我都没有，那又失望了。不过他又讲说，我要给你我所有的。哇，给你所有的，那还有什么？金银之外还有更好的吗？但是他讲的这话已经超出物质的层面。他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起来走。”这是个非常奇妙的对话。乞丐原先所求不多，只是能够温饱就可以。但是彼得跟他讲的是说，我要让你从生命重生，你要得健康，你要起来走，你要自力更生，不用再做乞讨了。所以这个故事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启发了哈。你看，他说彼得拉着他的右手扶起他来，那个人的脚和踝骨立刻有了力气，这是一般人没有法想象的。所以这位乞丐就说跳起来，站直了，开始走路，然后跟他们一起进圣殿，边走边跳，颂赞上帝。弟兄姐妹，原先只是希望有一碗饭可以吃，希望一点点温饱能够度过一餐，但是没想到他所得到的是一个完全的脚得到健康，踝骨能够健壮，能够边走边跳来赞美主。这是超过他所求所想的，所以大家看见他一边走路一边颂赞上帝，他们就认出他是坐在正殿的美门口求乞的那个乞丐，就对所发生的事大惊讶。换句话说，这个乞丐不是今天就才来的，一直在那边，大家看的已经很习惯了，不想捐助的就绕过去了。但是这位乞丐遇见了彼得、约翰。他得到的是一个完全的身心灵的康复，所以他才会一边走一边跳来赞美神。这故事给我们什么启发呢？很多这个画家会把这段美门的故事画了很多漂亮的图画，像这个经典的图画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可以从网络上查得到这位乞丐被医治的故事，而且很多的版本很多的版本。那我们从这个故事看起来就是一个神迹，看起来就是彼得、约翰他们重新出发之后，神给他们的属灵能力，那个祝福跟祷告，这个故事就这样发生了。不过，我们今天从这个故事拉到我们的个人以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教会。这故事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尤其我们要迎接50禧年，神给我们什么样的呼召呢？我们要来复习。我们常常在周报里面会在第8、9页的时候刊出一个教会的一个本质的宣告。教会存在的目的，它的本质宣告，我们再复习一下。他说，教会存在于地上，
却有属天的特质，是人所组成，却代表上帝的同在。看似平凡，却传扬上帝拯救人的伟大救恩。好，教会如果从一般人的观点来看，在台湾的社会，它只不过是一个人民团体，在内政部就登记一个财团法人，跟其他什么社团，其实从政府的角度看就是这样子，顶多说啊，你是一个慈善团体，一个宗教团体。但是我们基本的认定，我们基督徒的认定是，虽然就是一个存在地上，但是我们有属天的，这个是很关键的部分。我们有属天的特质，是一群平凡的人所组成的，但是却有神圣的上帝的同在。看来是平凡，但是在做一件伟大的事，不是人间所做得到的，就是拯救人的灵魂，拯救人的伟大救恩。当我们有这样的自我的认知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我的存在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部分，因为我们的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性质。第二个，教会的存在使人得以认识上帝，教会的服事就是传福音，许多灵魂失丧者找到永恒的归宿。所以看到这边，我们发现说，神设立教会的目的，不是让一群人欢欢喜喜在这边聚集而已，大家一起欢乐，一起关怀，一起协助，一起造就，都很好。但是他把重要的使命放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有一个教会福音使命的一个呼召。他说，教会是上帝在地上的代表，是受委派去拯救罪人。教会是信的人的聚集，却是为不信的人而存在。那这些故事我们常常会在周报里面，你有空可以多回忆一下。那到底这样的信念、这样的宣告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有的牧师他讲得很直白，或者说他很重大的一个宣示，就是说教会存在这个地上，如果没有宣教的使命，如果没有传福音的负担，这个教会其实不能称为教会。就讲得很严格就对了哈。换句说，那只不过是一群有信仰的聚集，但是没有为上帝传福音而存在。甚至有的讲得更严格，就是说，如果这间教会没有传福音，那就是死的。死的意思就是说，看起来是一群人，但是根本跟教会存在的本质已经完全不相干了。所以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哈。我们知道现在西方的社会呢，很多年轻人他不愿意去教会，因为他们看到的是一个体制性的教会，他们所做的事情感觉上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在10年前呢，大家可能很有印象，有一本书在台湾出版大家非常的讨论一段阵，常拿来当读书会的书，这个叫做《耶稣比宗教大》这本书，因为它翻成中文的。那这本书是美国人所写的，他们就在检讨，说我们美国整个教会那么多，为什么很多年轻人不愿意进教会？是这间教会偏离了吗？所以他们就用这本书在做检讨。他说耶稣比宗教大，换句话说，耶稣本身的教导没问题，是奉他的名设立的教会有状况，没有办法适切的活出耶稣基督的教导。所以这本书里面有一些检讨的点很有趣。他说耶稣比宗教大，我热爱耶稣，但讨厌宗教。这个有形外形的宗教我不喜欢，但是我喜欢耶稣，那就很奇怪了。我们天天讲耶稣啊，但他不喜欢，他就喜欢耶稣。因为有很多检讨了，他说如果宗教这么伟大，为什么它引发了这么多的战争？那这个也是事实啊。2次大战你知道吗？发起战争的就是欧洲那些古老的基督教社会啊。那为什么基督徒会引起战争？现在的乌克兰还有俄罗斯在打仗，
他们也都是东正教的信徒啊，基督徒哪基督徒哎？那你怎么样说服我说，那你们信了耶稣，为什么你还打仗？就是人的罪所产生的，有些人分不开、分不清楚。耶稣没有叫我们打仗啊，但是人的软弱，用战争来解决自己的混乱啊。所以这本书很多人会去思考说，到底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哈？他还讲说，他能盖巨型的教堂，为什么无法喂养穷人？教堂盖的那么堂皇，但是穷人还在那边，为什么没有人去关心他们？还有，他说你追随的是真实的耶稣呢，还是被发明出来的耶稣？是我们把耶稣的教导改变了，或是说偏差了，只讲你需要的部分，耶稣叫你要做的你没做，只讲你觉得有用的部分。那这些都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跟挑战。所以在这本书翻译出来之后呢，我们有台湾的牧者就写那个序文呐，写推荐啊，其中有几个点也在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检讨跟思考。这位牧师这样说：教会是什么？检讨教会是什么？他说，教会不是建筑物，而是人。记得，富强教会不是这个教堂，是你跟我们这一群人。信主的人在哪里，教会就在哪里。第二个，教会不是无生命的空间，而是活生生的有机体。所以我们在这边会互动，我们的彼此激励，我们会彼此关怀，我们会彼此提醒，甚至我们会彼此认罪，因为知道这是一群人所聚集的，不是死死板板的，不是靠硬体在支撑的。好，第二个是什么？他说，教会是让人坦诚脆弱的地方。教会不是让我们只是要摆面子、摆我的阵仗的，或是摆我自己的身份地位的。教会是一个让人在神面前承认自己脆弱，让人拿下面具的地方，是让你做自己的地方。尤其现在的社会，大家彼此有很多的竞争，在这个社会彼此有很多让人家无法敞开自己的地方。如果连教会也这样子，那这个教会存在的价值就消失了。教会是一个接纳耶稣基督的怜悯的地方，是看见神的光照，让我知道自己的软弱，从神得到重新的力量。所以他又说，教会不应该是一座好人博物馆，而应该是一所收容破碎之人的医院。意思是说，教会不是在对外炫耀说我们有多棒多好，我们的基督徒有多么在社会地位有多高，这个不是我们炫耀的地方，而是让人家知道说，你走进来，神的医治、神的保护、神的安慰、神的这个遮盖，会让你重新得着力量。教会能够活出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教会，就是说，不是用宗教在那边所装饰出来的一个神圣威严，而是因为主耶稣的爱流畅在当中。那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关键。你要制造一个好像非常庄严肃穆的地方，但是里面大家心中的伤痛都没有人关照，那也是一种宗教啊。有人偏偏喜欢这种外在的一种荣耀荣美，而不是看见自己内在的伤痛跟需要，那就是我们教会检讨的地方。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今天要透过美门的故事来对照一下，来比喻这个教会什么样的光景。传统要教会得复兴的关键，我们先看传统教会的光景，很像美门这个故事。美门前面这段故事映照现在教会的现况。如果从一般的教会，他们很认真在经营，看起来也不错哦。我说不是不好，而是蛮照基本的样式出现的。第一个，有漂亮的礼拜堂，就像美门这个大教堂，这一个耶路撒冷的教堂圣殿都那么漂亮辉煌。
看起来就是蛮像样的哈。而且在里面呢，有努力从事社区关怀耶，因为他容许乞丐到圣殿那边乞讨啊，也算是一种社会工作，对不对？第三个，也许还有一群热心的志工哦，他有爱心的服侍这些弱势者，因为这位生来跛脚的人，天天被人抬来放在门口，那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啊，有人协助他来啊。那看起来这样的教会应该没有什么好嫌弃的，对不对？第四个，他们也很认真做祷告会啊，每天举行祷告会。他说下午3点祷告的时间，彼得跟约翰都要到圣殿去。看起来就是一个行礼如仪、各样事工都做得还不错的教堂。我们的教会像这样，你觉得 OK 吗？看起来没有什么好批评的吧，对不对？但是我们看见这样的教堂，可能一个很好的组织，有一群蛮棒的人在里面，但是还达不到上帝所需要的那个层次。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做一个检讨。今天教会的光景，有时候像美门外面这个乞丐。第一个，我们受捆绑、束缚，身不由己，我们无法在灵里面得着自由。就像这位跛脚的乞丐，他是受捆绑的，没有办法自由行动。我们教会里面是不是有这样的受捆绑？大家没有办法自由的发挥出来，好像被束缚到了，要做这件事情不行，要做那件事情不行，我们觉得自己很受阻碍。第二个，我们是不是很认真聚会，很认真小组，很认真大家聚集，但是停留在恩典的门外？这位乞丐呢，他因为身体有伤害，没有办法到教堂里面敬拜神，他只好被关在外面，在恩典的门外，向人祈祷一个起码的温饱而已，没有领受这个最大的恩典跟祝福。这位没有办法行动的乞丐，有时候象征一个教会。我们常常很喜欢听到，但是没有办法把它走出来、行出来。常常听到，无法行道。最重要的是一个，我们可能做美好的一种事工配搭组织啊，每一样事情都做得很仔细，但是都只停留在那次好的状态，就是达到人的能力所达到的，但是没有从圣灵的能力得到那个最棒的祝福。就像这位乞丐，他只想得到一碗饭，一个乞讨能够温饱，而是没有像把那个彼得跟约翰，让他从地上再重新站起来，能够又跑又跳，能够到圣殿里面赞美神。教会如果存在于只是一个勉强的维持，那没有得到真正从属天的恩典，一个能够又跳又赞美，那我们就停在次好的状态。这是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得到的一个学习。其实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耶稣曾经在那边努力过，勇敢的宣传福音，勇敢的责备那一群无论是祭司长啦、经学士啦，那些法利赛人啊。但是请记得，耶稣他出来走的时候，很多人排斥他，反对他。所以我们思考说，这个教会的改变耶稣是打第一枪的嘞，耶稣是先锋者哎。有一本书讲说，耶稣是革命家，因为他要革除几千年来犹太教那些只注重门面、只注重制度、只注重规章，而没有得到神特别从天上来的祝福恩典的。耶稣打第一枪来改革。但是我们知道，如果从四福音的故事，主要是为了要把传统的犹太教会转型为天国福音的教会，他付上了最惨重的代价，他就是被钉十字架。这个是我们从历史故事里面看到的。
但是我们知道这是神特别的恩典，因为主耶稣借由他的被定，把世人的罪、世人的顽固、世人的许许多多无法靠自己解脱的，用他的生命来成全了。所以当他复活的时候，就带来极大的改变，不是他本身，而是神的恩典，让这个死跟复活成一个改变世界的力量。这个力量，然后呈现在他的学生里面，开始展现出来。所以我们又看到，主耶稣宣告圣灵，当他升天之后，圣灵要来。所以圣灵降临之后，彼得跟他的老师耶稣一样，回到他的母会，就是耶路撒冷。但是他所做的是一个属灵的大改变，属灵的大升级。耶稣努力的改变，但是人的罪让耶稣被钉十字架。但是耶稣用复活来改变这一切，然后用圣灵的力量，让这些学生帮他成全了。所以我们看到圣经这样解释说，使徒行传2章41到42节，许多人听了彼得的正道宣讲，领受了他的信息，并接受洗礼。那一天，信徒约增加了3000人。主耶稣的信息不感动吗？主耶稣的信息不新鲜吗？但是人的罪被挡住了。但是当圣灵降临的时候，由学生替他的老师完成了，3000人信主。而且这群人，他们不只是一时的感动。他说，他们专心向使徒们领教，参加团契生活，分享爱宴，一起祷告，就真的过着初代教会一个全新的生命的一个聚集。然后这个教会从耶路撒冷开始，然后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到全世界，这样的能力，圣灵的能力完全没有消退，没有减少，是一直的扩散，一直的扩散。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主耶稣复活的大能，圣灵的降临，改变了这一群原先退缩逃离。主耶稣受定的时候，这群学生已经藏起来了，甚至彼得跟他的同伴又跑回去重操旧业，去抓鱼捕鱼来度过他们的生活。但是耶稣重新呼召他们来，因为圣灵要改变他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不是存在于这个普通的人为的组织里面，或是一个停留在次好的状态，而是要经历更新。所以门徒经历了传统信仰的更新，怎么做呢？是因为主耶稣交代他们。第4节，使徒行传1章4节说，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照我对你们所说的，要等候我父亲的应许。换句话说，同样这一群人，同样是耶稣教导出来3年的学生，还经历过耶稣被定那种恐惧跟伤害，但是领受了父所应许的不一样了。第8节，可是圣灵临到你们的时候，你们会充满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和撒玛利亚全境，甚至到天涯海角，为我做见证。弟兄姐妹，我们要求的就是这个，我们互相教会所需要的就是这个。我们大家有很好的默契，有很好的彼此的组织，我们有好的制度，我们有好的礼拜堂，我们一群热爱主的人，大家彼此和气在这一起，什么都不错，很好，但是就是缺我们需要的就是圣灵。有圣灵同在，我们教会才能够复兴，才能够一个转变，一个关键。所以我们看到门徒怎么样呢？他们与复活的耶稣相遇，门徒的生命就改变了。他们经历到圣灵的降临，充满有能力的浇灌，初代教会就这样来诞生了。所以我们如果回顾到耶稣说，我要差圣灵跟你们同在，我要赐圣灵给你们，我们都还不了解到底
耶稣讲的这一些，事实是怎么样？但是当五旬节来的时候，一切看到那个改变那么大。我们也看到说，耶稣在对门徒宣告说：“我要差圣灵给你们”的时候，他讲的这一段话的意思是什么？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12节说：“我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而且要做比我更大的事，因为我到父那里去。”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有一点突兀了哈。耶稣是神呢，他做的事情，难道我们还做得比他更大吗？其实，做比我更大的事，就是圣灵带领门徒做的，也就是上帝所做的。不过是借由门徒的手来见证这个伟大的改变，所以彼得才能会让3000人信主啊。因为圣灵在他们工作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迎接50禧年哈。我们从去年就开始在提了。我们今天社会流行的词汇，大家都很耳熟能详哈。比如说升等，你搭飞机，你搭高铁，升等，座位更舒服，服务更多，你会觉得好像很有荣耀，对不对哈？好像很尊重，这是一个升等。我们可以看到升级你的电脑软体，我们现在很多的单位，很多的那个厂商都会讲说升级2.0啦，或是50加啦，一个加就感觉你是要 upgrade 的这种意思。但是这种称呼这种词汇在我们教会是什么样呢？我们看到有的公司他们经营到这段时间遇到瓶颈了，他们要转型，公司产业放弃或改变原先经营的模式，接受新的方式，要把整个可能是一个生产线或是整个一个流程都完全改变，那是不简单的事情。前天我看到一个新闻在报道说，我们台湾不是那个台积电啊这些高科技的公司出产好多晶片哦，是那么大的珍贵，但他说他们那么珍贵的产品台湾有一间公司专门在做包装的生意，就是他做包膜就是让这些晶片能够得到保护，不会潮湿。有一间公司能够制作这样的包材，让他们这个晶片能够很好的保护。然后这间包材公司以前是专门在做，比如说我们在卖乖乖啦、卖食品啦，不是有个袋子吗？做得很漂亮，对不对？本来是在做这个的。但是一旦受到邀请说你能不能帮我们的晶片也能够做这种保护的东西，他们研发升级了，所以他们现在变成说，所有的这些高科技的公司都是他的客户，因为他能够制作出能够非常棒不会潮湿不会被氧化的那些材料，让这个晶片做最好的保护，然后送给那个客户是最好的产品。那他们就必须要整体的生产线都要改变，他们要研发。弟兄姐妹，我们将会要迎接50禧年，我们的这群同工聚集的时候，就有一个核心的信念：我们不是为了要一个热闹，一个庆祝。很多教会都有几10周年庆祝不差我们这一个。我们是要说，我们要怎么在主里面去抓到这个最美好的应许，在圣灵里面去取得那个最美好的恩典跟更新。我们教会预备好领受升等、升级、转型吗？我们再回顾到很多在座的弟兄姐妹，可能还没有那个时候还没有来到我们富强教会。我们在迎接50禧年的时候，我们是回顾到20年前，我们在预备建堂的心志。那时候很多弟兄姐妹在回忆说，那个时候大家同心合一，大家热心奉献。那个时候我们教会在鼓励大家奉献，我们决定不对外募款，我们就是让弟兄姐妹，你有能力，然后周报里面制作了一个像教会的一个图，然后下面有一块块砖，一块砖如果奉献到这个目标，那块砖变成黑色的如果还没达到就是空白的这样。然后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一个月一个月，一块砖慢慢叠，到后来我们花了
好几千人、快1亿的钱，都是我们弟兄姐妹自己一块一块钱奉献出来的。而且上帝不止让我们盖了这一间非常漂亮的礼拜堂，同时还附赠给我们对面地下室400-500平的这一个地下室的教育中心。所以我们发现这个神给我们特别的应许，在我们富强教会，这个就是我们的 DNA， 就是我们神领受的产业。那今天我们要迎接50禧年，我们不能说每次都要建堂啊，对不对？那这个教会的建造，每个弟兄姐妹属灵的光景的一个提升，就是我们今天迎接50禧年最重要的目的。那个时候我们有专业的监工，我们有推动义卖，我们有成构教育中心，这些都是我们当时努力的一个结果跟方向。那今天我们这个教堂已经建堂10年了，献堂10年了。我们不能老是活在以前那些恩典的故事啊，我们要有新的故事啊。之前我们那个柔美教会的女牧师不跟我们讲啦，我们不要再追念以前的事。神给我们新的故事，我们要讲什么新的故事？就是我们一起领受神圣的不满足，好还要更好，不够了要补足，成长要再成长。神圣的不满足，我们知道不满足就是一种人的心态嘛。我有一件衣服还要另外一件，我吃的这个好吃的东西，我要更好的。我住的房子要更好的房子，这些都一般人的需求。但是加上神圣的时候的意思是说，我不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神的国。这种神圣的不满足，我愿意努力，觉得不做不行，觉得缺我不行，觉得我不做就是觉得有一点亏欠。那这个神圣的不满足，就成为我们要迎接50禧的一个基本的心态。弟兄姐妹，我们要用第2段经文所读到的来一起学习。我们的教会复兴，就是让这一位乞丐，不只是活在那个次好的状态，活在那个有1碗饭可以吃的状态。我们需要能够站起来，又唱又跳，到圣殿里面迎接神、赞美神的这种能力。所以这段话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让上帝的大能运行。以弗所书3章20到21节，因为这段经文呢，和本的很多人都会背，所以我用和本。他说，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运行哦，在我们心里哦。换句话说，上帝他能成就任何事，不过他要借由你，所以他充满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个大能力成就一切。你会发现说，哎呀，我这个何德何能，怎么能够完成这些事情？你要记得是上帝的大能在你心里，然后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而且他会超过所求所想。我想这个就是彼得跟约翰，他们可能也觉得说，我的能力就这样子，但是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所以彼得、约翰他们会看见说，这个他们在心里面的大力，神运行在他们当中，能够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而且超出所求所想。期待我们的富强教会就是一个超出所求所想的教会。在我们的教会是神的大能充足在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然后借由你来成就大事。就像耶稣所说的，你们信我的人要做我做的事，而且做的比我更大。愿基督的大能、圣灵的恩典，在每一个弟兄姐妹这样成就，然后用这样来赞美。他说：“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到颂赞，世世代代直到永远。阿门。”期待教会复兴的关键，是因为你愿意接受圣灵的光照，愿意持守那个比在美门外面的乞丐更大的祝福，就是起来行走，起来赞美神，起来领受圣灵的医治。因为我们富强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被神充满在内心当中，然后每一个人都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因为有神的大力在我们当中做工。我记得很早以前，
我们在年轻的时代就听过一首诗歌，就是用这段以弗所书所做的诗歌。这首诗歌呢，用经文来做歌词，奇妙真神。我们要请大家一起来唱，我们请诗琴来给我们提一下，我们就跟着一起来唱。